啊，这间旅馆哪会遮大间啊？啊，什么？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コロンビアの皆さん、ようこそ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。陳さんは来ていませんか？コロンビアの文芸部担当しております。シューと申します。シュウさん、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ルンルンさん。はい。ルンルンさんの歌、本当に流行っていて歌手になりましたね。お褒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お部屋でご案内いたしました。どうぞ。哇，这房间真水呢，小姐对阮真好。旧年哦，我甲朴玉楼的员工来东京录音，住的是台湾人的旅馆，迄是啥物旅馆啊？下国细，卫生间干那一间咧。小孙姐啊，你是安怎啊？哦，无啦，身体有小可无爽快。你的面色看起来有淡薄仔白呢，要我去甲部长讲无？唔免啦，休困一下就好啊。啊，你莫叮当，我会甲伊物件看好好。我家己来就好啊啦。歹势，互恁等。哎，巴肚哦，音乐甲大肠咧过小长啊，我坐你遮拢听着啊。哪有啦？你黑白乱讲。部长，嗯？你无穿叮当，逐个毋敢食啊？哦，加油！哎，你捌来过东京？啊，遮啥物所在上好耍？我顶摆来东京录音，落煞就转去啊。贵社长连互阮出去行行机会拢无。好耍的所在，爱问顺顺姐啦。我感觉上野公园袂歹耍啊，遐会当看花，阁有露天的表演。我听讲啊，警察遮好耍呢，有电影院，有咖啡厅，啊，阁有舞厅呢。我就想要去遐跳舞的，阮做伙去好无，顺顺姐？哎呀，原来你介意的物件哦，甲顺顺拢无共款。查某囡仔来遮路头青疏，上好莫去种红花柳绿的所在。啥物叫做红花柳绿的所在啊？哎，你俩人有耳无喙，你紧食饭啦。哎，有你家己食饭的气氛都无共啊。社长安排明仔载就开始录音，就先录爱的歌戏甲流行歌。顺顺先休困，等电老师来才开始录。那安尼，我会使先甲顺顺录音啦。社长安排电老师甲顺顺先录。好，伊先录就伊先录。每人两个安怎嘛？跟阿爸老月安。哪个款数？我就往好画面。什么阿爸？过今日嘞，做去东京嘞。嗯。本来阿爸对有异国的期望，阿爸老多因为人系穷养，一生人教书做先生，无想到人家要行入去做音乐呢条路，奇怪呢。
你不卡人，都无人对你个有兴趣啊！偏偏你就好了个人哦，你也都做歌做词啊！迄咩那个酒家院啊、歌院啊，都个个啲啊！阿爸，你听人讲的。我是唐人讲，阿爸是按多说的小马弟，个所以自家人一日都按乡下，难保唔会有感情。骗人来讲唔多，真系唔识错唔得。哎呀，一毛系人讲入嚟吧，个系要喎，人嘅脚做都帮人打头咯。也哈毛，唔係講將來就毛，唔知教，你家注意到未？艾迪，你出對唔會嘅。一個男人啊，最大嘅責任就係留家庭照顧好，一生人要錫自己家人。你講冇留家庭照顧好，甚至將撫養子女挑剔，嗰一個男人就講咗最大嘅成就，咩算唔得係男人，對冇？艾迪，阿爸建議，仲去東京，一路平安。多謝。过来当家录音嘛？你知影我伫遮？透常跟我讲的，伊咧，你无对恁斗阵来？敢若是某要生啊。小姐，你唱歌啊，个平安哦，拢已经遮厉害啊，是安怎搁要来日本学习啊？我自细汉出来散家，无机会受到正式的音乐教育。到后来伫个哥伦比亚、太平录曲部有趁一寡钱啦，就想讲好好啊，搁甲音乐学学咧。我实在足配合你的，尤其是你已经结婚，还有囡仔。新时代的女性就是要有家己的主张、家己的事业啊。安尼哦，才能甲查甫人坐平悬，享受共款的权利。啊，毋过你安那搭去打歌打歌，拢无反对啊？可能我比别人较好运。阮翁罗宾丁是咧做社会运动的，伊的思想较开化，伊赞成咱追求我家己的事业。我嘛做想要做一个新时代的女性，啊，毋过，唔知敢会当亲像你遐尼好运，拄到一个思想开化的人。当然嘛会使啊！即马台湾的女歌手，有倒一个比你搁较出名？你的生活嘛是上摩登的。即马干那差一个会当互你幸福的对象尔。啊，毋过，若是我拄到的迄个对象，互我的幸福，毋是完整的幸福。假使讲你免问我的意见，我一定会甲你讲，一个查某人想要正港的幸福，上重要就是免甲别人讲加一个安那达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。孙孙，先生，你来啊？我今日等我到錄音啦，所以第二處理說到趕緊嚟啊。哦。
录音有顺利无？顺利。本来因准你过去刚才来，所以安排爱手头前啊。无要紧啦，我嘛爱搁甲乐队练习。有闲呀，你拄到呢，来，洗一杯来哦。免啦，免啦。无安尼，我想等去休困。OK 啊，哎，进长，来，请坐。啊，你哪一人啦？特长无缀你来。哦，因去东京录音。哦，啊，你无去？我即马无伫克隆姆边啊。哦，先甲我吃一碗面。好，随来。你哪无甲伊看好调啦？唉，我甲伊讲过，伊就唔听，我哪有法度啦？什么代志啊？爱一个人走出去佚佗啊！走倒？伊拄着一个台湾的亲戚，讲要带伊去警察佚佗。一个查某囡仔年岁遮细汉，万一去人骗去，要安怎？已经毋是囡仔，免烦恼啦。伊家己会知影好歹。袂使，也是去甲找倒来较妥当。啊，但是警察遮大，是要去倒位找啊？我捌听纯纯讲，伊想要去跳舞咧。跳舞？咱进来问顺顺。赵兄，麻烦你甲录音师讲，今日下晡临时取消。行。你是安怎？平常时倒下就困去啊，今仔困袂去啊？小春姐啊，是安怎部长管我管遐尼严，对伊就真客气，敢讲伊是看我细汉好欺负哦？伊毋是看你好欺负，伊是惊你去互欺负，所以才想要特别保护你。保护我？啥啊？伊特别保护我？你还阁细汉，无了解查甫人的心情。啊，你大爸咯？我嘛无了解。今仔日家在有地老师替我讲话，若无毋知部长要去我去到什么时阵。我嘛是今仔才知影，原来阿生你好斗阵的啦。之前我对伊有一点仔误解，以后袂阁再遐尼惊伊啊。遮尔有才情，那么刻苦的人，偏偏安怎啊？无啦。紧困啊，明仔载阁要录音的。好嘞。